训练师黄连华将被人绑杀的流浪狗对来训练会听话，会当成为工作犬。更难得的是，一个月算数学加课回收，和在场的市长加贵宾大开眼界。3+3是多少？3右，3右往下，右往下。哇！这是比人还聪明啊，比人还单纯，比人还友善，是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用叫的，还是用画、用写的，都是蛮厉害的。支付为了宣传爱宠物加动物保护的观念，在1月17号将要请3大宠物品牌来做伙办市集，同时爷爷林依婷、马丹琳动保大赛加市长吴伟铁做伙拍片，宣誓打造台南成为动物友善社区。两个人嘛同时出席记者会，邀请大家在1月17号来盛化腾场。面希望能够推动。许许多多对于宠物友善的、对毛小孩友善的空间，那也希望市民朋友们共同来响应，也喜欢，因为基于尊重生命，基于对于这个毛小孩的一个宠爱，那11月17日一定要来台南善化糖厂。我们的宠物日哦，就是一起拍摄了我们这次的宣传影片，然后跟狗狗的互动，然后也很开心可以一起打造动物友善城市，然后也希望大家17号可以来善化糖厂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动物友善市集。陆局表示，东港毛宠物趣味的闯关比赛得奖的有旅馆大房等一好礼小送，欢迎民众带毛小孩踊跃参加。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。